各位老友記，各位踏入人生下半場45歲到70歲嘅朋友，大家好。今日我老師喺呢段影片一開播，要同大家問一個極其殘酷，但又係每一個人中年或者退休後都必定會遇到嘅現實問題。點解人過咗45歲，甚至過咗60歲之後，想揾個伴侶嚟互相照應，一齊飲茶煲湯，分擔下生活，反而有80%嘅人最後過得比一個人單身嗰陣更慘更淒涼。大家試下靜靜地諗下，又或者睇下你身邊嘅舊同學老朋友，係咪有好多咁嘅例子？好多人前半生辛苦打拼，好不容易賴到仔女大個，又或者自己經歷過婚姻挫折喪偶，都想喺人生下半場揾個黃昏戀，以為揾到個老伴就係多個人煲湯，多個人幫手供樓，或者分擔下每個月嘅生活費，大家老來有個照應，對唔對？但結果點樣呢？我老師講句唔好聽嘅真話，我睇過太多血淋淋嘅個案，10個再婚或者找伴侶嘅中老年人，最後有8個唔係為咗幾千塊錢嘅生活費同退休金互相防備，日日鬧交，就係搞到為咗層屋個名，為咗家產，同自己辛苦養大嘅親生子女反目成仇，甚至有啲老友記最後搞到自己5勞7傷，錢又冇晒屋，又冇埋病咗，躺喺醫院病床上面，連一個肯幫你簽字做手術嘅人都冇。點解會咁樣？點解原本追求溫暖嘅願望，最後會釀成一種人財兩空嘅惡果？好多年紀大嘅朋友嚟揾我飲茶哭訴話：老師啊，我真係好後悔，我係咪揀錯人啊？點解我遇人不淑，揀咗個性格咁差咁自私嘅人啊？各位老友記，聽好啦，我喺易經同國學界研究咗幾十年，睇通睇透。我今日坦白話你知，唔係因為你揀錯人，亦都唔係因為對方嘅性格特別差。你就算換多10個伴侶，最後嘅結果80%都係一模一樣。點解？我敢咁肯定，因為從國學智慧易經命理同埋佛法嘅因果定律嚟睇，呢啲中老年朋友無意中犯咗一個人生下半場最致命最嚴重嘅因果大忌。呢個因果大忌就係帶着索取心去結緣，卻莫妄想得到真心果。大家明唔明呢句說話意思？人到中年或者老年，每個人經歷咗幾十年嘅風風雨雨，心入面都滿布創傷同埋防備。你老實問下自己，你揾個伴真係因為無私嘅愛，定係你帶着一種索取心？你想要別人嘅照顧，想要人免費煲湯做家務，想要人分擔生活開支，但問題係呢個世界係公平嘅，因果係平衡嘅。當你帶着索取得心去雞散人哋嘅時候，對方又點會係傻嘅呢？你圖人哋嘅照顧同陪伴，別人就圖你嘅退休金，圖你份勞保強積金，甚至圖你名下嗰層自住物業同公屋名額。兩個帶着前半生嘅創傷，帶着各自嘅算計跟私心嘅中老年人，硬生生把兩個家庭供咗一齊。我話你知，喺易經同佛法上面，呢個根本唔叫做黃昏戀，呢個叫做共業交纏呢，這不是良緣呢，這是將兩個家族嘅負能量同業力互相引爆，最後只會提前消耗你人生嘅晚年福報，搞到你晚景已涼。所以今日我老師會用這條影片，用最真實嘅個案，同大家徹底拆解呢個中老年再婚嘅因果算計局。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正喺度心鬱鬱想去搞黃昏戀，或者正喺感情裏面迷茫，你一定要將這條影片由頭到尾認真睇完，因為喺影片注號我會教大家3個唔同住唔領證都能夠晚年大吉搭伴養老嘅頂級智慧。聽完我今日講嘅說話，我保你下半世至少少走10年冤枉路，守住你嘅棺材本同晚年福氣。要講明白係咩叫做帶着索取心去結緣，卻妄想得到真心果。我哋先從中老年人最敏感最容易踩中嘅第一個大劫講起，就係破財局。我老師經常同老友記講，以利結緣必遭財劫。
因地不真，果招橫曲。點解咁講？我講個真實個案俾大家聽，大家一聽就明白。我有一個讀者叫做天佑，今年48歲。天佑前半生好拼搏，喺香港同台灣兩地做貿易生意，辛苦咗幾十年，算係小康之家。前幾年同前妻因為性格唔合離咗婚，仔女跟咗媽咪，佢自己一個住喺港島一個私人屋苑嘅3房單位，手頭上除咗公園嘅樓，仲有幾百萬嘅現金積蓄同埋退休基金。喺台灣亦都有一間透天厝物業。人到中年單身，一個生活雖然無憂，但一到夜晚返到冷冰冰嘅屋企，天佑就覺得好寂寞，加上開始有啲老花，腰骨又易痛嘅，佢心入面個算計盤就開始打響啦。天佑當時心入面係點樣計嘅呢？佢同我傾偈嗰陣坦白認，老師啊，我一個男人唔識煮飯，出去請個全職工人或者看護，每月要俾5、6千蚊，仲要包吃包住，又冇感情交流。我不如正經揾個年輕少少嘅老伴，不如揾個數40幾歲嘅女士，大家搭伙個日子，對方可以幫我打理家務，煮下靚湯。我有個伴之餘，又慳返請工人嘅錢，仲有人免費照顧我人生下半場，咁樣唔係好着數嗎？各位老友記，你哋聽下，這就是典型嘅索取心。天佑表面上係尋找愛情嘅，骨子裏其實係想用最低嘅成本去換取一個免費嘅全職保姆兼伴侶。佢帶住呢種私心去投入情場嘅，結果點樣呢？佢好快喺一個社交活動上面認識咗一個42歲同樣離咗婚嘅女士，叫做阿平。阿平表面上看落去非常溫柔體貼，每次見面都主動煲好靚湯拿俾天佑飲，又幫佢打理得頭頭是道，說話又好聽。天佑以為自己執到寶，以為天之良緣，好快就同阿平同居，甚至準備註冊結婚。但天佑忘記咗一句老話，你看中別人嘅利我，別人看中你嘅本金呢？阿平之所以對天佑咁殷勤，心入面個算計盤其實打得比天佑仲要響嘅。阿平上一段婚姻有一個20歲出頭嘅親生仔，正好準備畢業出嚟社會，又想搞生意，又想娶老婆買樓。在香港同台灣呢啲地方，年輕人上車買樓有幾難，大家知唔知啊？阿平自己份人工根本唔夠俾首期。佢之所以靠近天佑，根本唔係圖天佑個人有幾浪漫，而係睇中天佑有樓有積蓄，經濟穩定，想揾個財政水魚嚟幫自己個親生仔埋單。兩個人一開始一齊住，仲說得好好聽，生活費 AA 制，但住落咗3個月，阿平就開始喊窮耍委屈啦。佢同天佑講：天佑啊，我哋都準備變成一家人啦，點解去街市買餸交個水電費，仲要 AA 制咁見外啊？你係咪唔信任我啊？我日日做家務做生做死，你點對得住我啊？天佑被對方嘅情緒價值同眼淚道德更加心諗自己確實想人家免費照顧自己，於是放鬆咗防備，開設咗個聯名戶口，每個月存入一大筆錢做家庭開支，任由阿平提取。噩夢呢個時候先至真正開始。阿平見天佑個財富打開咗個缺口，食水之味。今日話個仔喺台灣搞小生意，周住唔靈，要借30萬。聽日又話個仔準備結婚，女家要求一定要買樓，哭哭啼啼咁叫天佑拿出老本幫手俾個樓宇首期，仲話只要你肯幫我個仔，我下半世做牛做馬都會好好伺候你。天佑為咗保住呢個所謂嘅溫暖家庭，為咗繼續享受有人照顧嘅虛榮，一步退底線，將自己積計咗幾十年嘅棺材本同退休金源源不絕咁提取出嚟幫阿平個仔填坑。結果去到前2年經濟大環境唔好，天佑嘅生意遇到重大危機，急需要一筆現金周轉保命。佢去查個聯名戶口同積蓄，才驚過自己幾百萬嘅養老金早已經俾阿平借啲意掏空晒，真係變成咗食谷種。天佑急忙叫阿平叫個仔還錢救急，
點知阿平個臉色即刻變到好似生鐵咁黑，冷酷咁講：當初啲錢係你自己自願俾我個仔嘅，我陪伴咗你幾年咧。日日做家務時候，你青春同心血，唔使錢啊！呢啲係我應得嘅補償。你而家冇錢仲想我，跟住你捱窮咧，想都唔好想嘅。說完阿平第二天就執包袱走人，走得乾乾淨淨，搞到天佑不但生意破產咧，連住嗰層樓都差啲保唔住，個人瞬間老咗10幾歲，夜晚一個人坐喺空嗰個屋企裏面，欲哭無淚。各位老友記，你哋聽完天佑呢個個案，係咪覺得好心寒、好殘酷？好多人可能會罵阿平是個騙子，但我想用易經嘅智慧同大家解讀下呢個悲劇背後嘅真正因果。喺易經八卦裏面，天佑遇到嘅呢個局，正正就係最凶險嘅坎為水卦。坎卦代表什麼？坎也。代表水流向下，代表險陷，代表暗流越湧，亦都代表破耗熱氣。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個天道規律人到咗人生下半場，中年過後，我哋嘅生命磁場同命盤係會由外向進取轉入艮卦。艮代表什麼呢？艮代表山，代表子，代表手。也就是說，人生過咗45歲，你最重要嘅運氣唔係去外面開疆拓土，亦都唔係去招惹桃花，而係守護根基，死守財富。你嘅退休金，你嘅強積金勞保，你嘅自住物業，就係你晚年生命嘅底氣同根基。當天佑帶着想佔便宜、想有人免費照顧嘅索取心去結緣嗰陣呢，他在風水命理上就係主動喺自己根山嘅財富上面開咗一個大洞。你帶住私心去吸引過嚟嘅人，絕對唔會係無私嘅佛菩薩，而必定係你命中嘅宿世債主。佛法講得非常清楚，因地不真，果招偃曲。你當初結識呢個伴侶，個因本來就唔清淨嘅，你係為咗利，為咗慳錢，為咗找個保姆，咁天道因果自然就會派遣一個貪圖你財產嘅債主，用坎水嘅險陷，將你下半生辛苦積累嘅老本一氣化為烏有。所以各位踏入下半生嘅老友記，老師喺呢一節課要俾大家嘅第一個警世忠告，就是下半生尋伴侶，千萬不要帶着以利結緣嘅索取心格，千萬唔好為了所謂嘅黃昏戀同虛榮嘅陪伴去動用你嘅老本同棺材本，因為你一動老本呢，就等於動搖咗你晚年嘅生命根基，到時人財兩空，你就算喊天喊地，因果定律都唔會同情你。我哋講完破財局，喺接下來一堂課，老師想同大家講下中老年人再婚最容易遇上嘅第二個大忌，就係接受陷阱。好多朋友可能會話，老師錢財身外物，破咗財或者俾對方計較幾千蚊生活費，只要我可以找到個心靈寄託，有人陪伴我都覺得值啦。如果你而家心入面都係咁樣諗，我老師一定要喺呢度好嚴厲、好長氣咁大聲警告你，你有呢種想法就係太天真、太看輕因果嘅可怕之處啦。破財，我哋頂多係損失一啲積蓄，只要份人還健在，平時慳啲使，晚年都仲有得救。但我接下來要講嘅呢個共業折壽局，分分鐘係要你用下半生最寶貴嘅健康與壽元去埋單呢。最後唔單止陪伴得不到，仲會搞到自己五勞七傷，短命10年。點解我會講到咁嚴重？我哋經常聽佛門講一句說話，叫做業力不可思議，共業更為可怕。好多45歲到70歲嘅中老年朋友，經歷過前半生嘅辛苦，仔女大個，各自成家或者搬咗出去住自己一個人，面對間空窩嘅屋企，就開始覺得孤單，覺得寂寞，產生咗一種強烈嘅索取心，想揾個人陪伴自己，想有個老伴老嚟互相照應呢。但大家有冇靜心諗過，一個年過半百甚至60、70歲嘅人，佢背後帶住嘅係幾十年累積下來嘅什麼東西啊？我話你知，除咗佢個人之外，
佢背後仲拖住一整個家族幾十年累積下來嘅家宅業障，同埋佢自己隨着年齡增之而出現嘅身體病業。你帶着一發情緣嘅索取心去同對方搭伙，你以為你只是嫁給一個男人呢，或者娶一個女人呢？但就係因果律嘅天平上面，你係主動走入別人嘅因果磁場，主動去承擔對方整個家庭嘅共業與病業，即係不是空洞嘅玄學，即係每一天都在我哋香港屋邨、台灣社區真實上演嘅血淋淋悲劇。我再同大家講一個令人心痛嘅真實個案。我有一位忠實聽眾叫做美玲，今年58歲。美玲原本喺一間中學做行政工作，2年前提早退休。佢先生好早就過身，美玲千辛萬苦做單親媽媽，將一對仔女供到大學畢業。而家個仔喺海外做嘢，個女又嫁咗人搬離屋企。美玲自己一個人住喺九龍一個私人屋苑嘅2房單位。退休之後，美玲一時間找不到生活寄託，每日朝早起嚟對住空嗰個屋企，夜晚煮完一碗麵，一個人坐喺電視機前面，聽到隔離鄰居一家大細食飯傾偈嘅歡笑聲呢，美玲心入面嗰種空巢期嘅孤單同落寞，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於是美玲心入面嗰個索取心就生起啦。佢同自己講：我唔要求對方大富大貴，我有樓有退休金，我只係想揾個年紀相若嘅老伴，大家平時一齊去飲下茶行下山，夜晚有個人陪我睇電視傾下偈，老嚟病痛有個照應，咁樣過下半世我就心滿意足啦。帶着這份渴望，美玲喺一個長者排舞班入面認識咗一個65歲嘅退休男士，叫做榮伯。榮伯表面睇起嚟好斯文，好懂得照顧人，每次跳完舞都會主動買杯熱茶俾美玲，又經常傳早晨圖，講好聽嘅說話關心佢。美玲以為自己終於喺下半生遇到真愛，以為天老爺可憐佢前半生咁辛苦，此份良緣俾佢兩個人拍拖短短半年。榮伯就同美玲講：美玲啊，我哋兩個都年紀大啦，不如你搬過嚟我屋企一齊住啦，大家搭伙過日子，做對合法夫妻，名正言順，又可以互相照顧，對唔對啊？美玲被那種溫暖嘅幻覺沖昏頭腦，想都不想就同榮伯註冊結婚，搬咗入去榮伯嗰個同屋家人一齊住嘅3房大單位。點知一搬進去，美玲嘅噩夢先至正式開始。美玲瞬間由一個悠哉悠哉嘅退休中產女士，變成咗這間屋嘅無薪高級看護兼全職保姆。原來榮伯之所以咁急住娶美玲，心入面個算計盤打得毒辣到極點。榮伯根本唔係想揾個心靈伴侶，亦都唔係想同美玲浪漫遊山玩水。真相係榮伯有一個已經90歲中風煙瘡臥在床嘅老爺，即係榮伯個爸爸。同時榮伯嗰個仔同新抱日日要返工，留低2個年幼又監劣嘅孫仔喺屋企。喺美玲未嫁入去之前，榮伯一家人為咗照顧呢個看蒼蠅老人家同2個孫，日日搞到家嘈屋閉，請個護理員通家務助理，每個月要花幾萬蚊呢，仲要看工人面色。榮伯一睇見美玲有文化有愛心，手腳利落，仲要有份退休金唔使養，這嗰時不是一個最完美最唔使花錢嘅高級免費保姆。美玲嫁入去第一日，榮伯就用一家人唔好計較做藉口，將整間屋嘅繁重家務同照顧壓喺美玲身上。大家想象下美玲這2年嘅生活係點過嘅？每日清晨6點鐘，她就要起床，拎住個買菜車趕去街市買餸，一個人執起進執起出，買齊成家6口人嘅肉同菜，拖住幾十斤重嘅餸菜，氣喘吁吁咁返屋企。回到家連水都未飲一口，就要走入房間幫90歲患瘡現在床嘅老爺擦身換尿布餵藥煲流質食物。老人家中風後脾氣好古怪，
稍有不適就對住美玲破口大罵，甚至隨手拎起嘢就砸過嚟。美玲只能夠忍氣吞聲。到咗晏晝，他又要趕去學校接榮伯嗰兩個孫放學，買茶點督促功課。夜晚仲要喺廚房煮一桌大餐，事後全家食完飯，榮伯同個仔新抱坐喺客廳睇電視吃水果，完全冇人入過廚房幫手洗一隻碗。美玲一個人喺廚房洗碗，洗到晚上10點，腰骨痛到直唔起，想同榮伯傾兩句偈，榮伯竟然不耐煩咁講：我勸你呢，你要傾就自己去同空氣講啦。聽日記得早點去街市買條新鮮魚煲湯俾我爸飲啊！各位老友記，你哋聽下，即係哪裏係什麼黃昏戀，即係根本就係現代版嘅賣身契。美玲為了那一點點虛榮嘅有伴侶感覺，咬緊牙關死忍，結果短短2年時間，長期嘅體力透支，嚴重嘅睡眠不足，加上內心無處訴說嘅極度抑鬱與委屈，將美玲身體底子徹底掏空。前年冬天，美玲喺街市買餸嗰陣，突然間眼前一黑，整個人暈倒喺地上，被送去急症室一檢查，嚴重高血壓、心律不正，加上長期搬動葉瘡紋，老人家導致腰椎間盤嚴重突出，壓迫神經，要立刻住院做手術。當美玲瞓喺病床上插住喉管，最需要人照顧同陪伴嗰陣，佢心目中嗰個老嚟有照應嘅老伴榮伯有冇喺床邊守護佢？完全冇榮伯嘅，只係嚟過醫院一次，見到美玲要動大手術，要花一大筆醫療費，仲可能以後做唔到家務。榮伯個面色即刻變晒，佢竟然喺病床前面指着美玲嘅鼻尖大罵：我娶你返呢，係想你幫手照顧家庭，照顧我老豆嘅，點知你咁冇用，做到少少嘢就病倒。依家仲要反過嚟要我花錢花時間服侍你，你唔好拖累我哋成家啦，你都係叫翻你自己啲親生仔女翻嚟照顧你啦。講完呢句咁冷酷無情嘅說話，榮伯轉頭就走。最後美玲要躺在醫院，望着天花板一直流淚，打長途電話叫海外個仔緊急翻香港幫佢辦手續簽字做手術。美玲後來坐隻輪椅上嚟搵我飲茶，哭到雙眼紅柱。佢話：老師，我真係好後悔啊！我原本好端端一個退休女士，有樓有錢有健康，點解我要去貪圖嗰個所謂嘅老本？我這2年做牛做馬賺到個名分呢，但我就蝕咗半條老命啊！各位老友記，呢個個案真係字字有血，字字有淚。從我哋國學與易經嘅角度嚟講，美玲之所以會落得如此慘痛嘅下場，正正係因為佢觸犯咗易經裏面嘅山澤選卦，以及風水命理上最忌硬嘅坎，所以企業被業轉移。什麼叫做選卦？已經講選下益上，其道上行。在人生下半場，人嘅元氣同生命磁場呢啲，就像一個自出不進嘅儲水中，到了50歲、60歲過後，我哋身體嘅陽氣慢慢衰退。這時候最養生、最符合天道嘅活法，叫做養氣與藏神。你要保持心境清靜嘅，減少不必要嘅勞碌與情緒消耗，咁樣先可以長命百歲。但是當你帶着想有人陪伴嘅索取心去結緣嘅，你吸引過嚟嘅往往係一個充滿危機與病業嘅黑洞家庭。我老師要將呢個天大嘅因果秘密話你知，人世間所有嘅疾病災厄在玄學上都係一種業力磁場。當你踏入榮伯那種有溫瘡、病人、有家宅矛盾嘅家庭，你每天住在嗰個充滿病氣與怨氣嘅屋檐下，利用自己下半身珍貴嘅氣血與體力，去幫另一個毫無血緣關係嘅家族擔荷業障。喺因果律上，呢個叫做病業轉移。你原本清純嘅退休場，俾對方家宅嘅坎水陰暗與消耗之氣瘋狂洩漏。你幫人洗尿布，受人白眼，日夜操勞，這不是在修福，
這是再將自己命盤裏僅存嘅健康、壽元與晚年福報，源源不絕咁輸送給對方嘅家族，去幫他們抵擋災禍。結果係點？對方嘅奸倉五老爺因為有你悉心照顧，延年益壽，而你自己個命庫就被鐵底抽空，氣血敗壞，最後大病一場，短命10年。這種以命換元、以壽換伴嘅做法，係中老年人下半生最愚蠢、最悲哀嘅共業折壽局。所以我老師喺呢一堂課要送俾所有45歲至70歲朋友，第二句重話千萬，唔好因為一時嘅空巢期同孤單就隨便找個人搭伙。你以為你揾嘅係一個依靠，但在因果業力嘅牽扯下，你隨時係招惹咗一個要你命嘅無身看護，從擔老嚟單身，無人喺耳邊嘈鬧，那不是可憐呢？那是老天爺給你下半身最乾淨嘅清淨壽元，你一定要識得珍惜啊！頭先我哋講完破財同折壽，喺接下來一堂課嘅老師要講嘅第三個中老年再婚大忌，往往係最令老人家心痛、最令人晚年流眶眼淚嘅悲劇，就係家宅破局、骨肉反目啊！好多45歲到70歲單身或者喪偶嘅中老年朋友，去揾老伴或者再婚嗰陣，心入面最年老、最唔甘心嘅一件事係什麼呢？大家知唔知？就係親生仔女嘅極力反對與冷酷防備。好多老友記向我大吐苦水，老師啊，我辛苦養大啲仔女，供佢哋讀書，睇住佢哋成家立室。依家我老啦，老伴過身呢，我一個人住好寂寞，我想揾個伴陪下我下半世。點解嗰啲仔女要反對到咁極端呢？點解佢哋睇我個新伴侶好似防宅咁防，甚至要嗰個話，如果我再婚就以後唔認，我呢個老豆連孫都唔俾我見啊！點解現代嘅仔女會咁自私咁不孝啊？各位老友記，你哋先唔好急住動怒，亦都唔好一面倒去罵啲仔女不孝。我老師今日喺這條影片裏面要用易經、風水同因果定律為大家剖開這件事情最深層嘅道德灰度同殘酷真相。我話你知，親生仔女之所以會防宅，咁防你個新伴侶，絕大多數時候並唔係單純因為佢哋自私，而係因為你無意中觸犯咗家宅風水最忌硬嘅外氣入宅，動搖根基。你在因果上將兩代人累積咗幾十年嘅血脈共業與家產秩序破壞得一乾二淨。我哋嚟睇一個極其典型喺香港同台灣都經常發生嘅真實警世個案。我有位老朋友叫做德叔，今年66歲。德叔早年在港台兩地從事營造工程，退休之後手頭上用嘅有一個喺港島老牌私人屋苑嘅實用3房單位，等同於台灣市區嘅一棟價值不菲嘅透天厝。呢間屋係德叔同已故嘅前妻辛苦捱生捱死幾十年供落嚟嘅，期間佢兩個親生仔女喺畢業投入社會之後，亦都有掏出自己嘅積蓄幫手供過一部分樓宇貸款。前妻過身3年之後，德叔喺一次長者旅行團裏面認識咗一個53歲自稱單身嘅女士，叫做美姨。美姨保養得宜把口又甜，好快就哄到德叔心花怒放，兩個人關係一日千里，交往咗大半載，美姨就開始向德叔吹耳邊風啦。佢扮到好冇安全感咁哭訴要，德叔啊，我年紀都過50啦，我跟住你冇名冇份啊，你啲仔女又唔中意，我將來如果你有什麼3長2短，我咪要被你啲仔女趕出街流落街頭。如果你真係愛我，想同我過下半世，你不如去律師樓將你自主呢層樓個業權加上我個名呢，或者我哋立即去註冊領證，等我下半身有個保障啫，好唔好啊？德叔當時被黃昏戀沖昏咗，頭腦覺得美姨講得好有道理，自己既然要人陪，就應該給人保障呢，於是帶着這種用物業換取晚年溫柔陪伴嘅索取心，在完全冇同親生仔女商量嘅情況下，堅持要去辦註冊結婚，甚至準備去律師樓辦理物業加名手續。
嗱，這件事一傳到兩個親生仔女耳中，整個家庭即刻引爆咗一場12級大地震。德叔個親生大仔同細女呢，第一時間衝返屋企，同老豆面紅耳赤咁大嘈呢一場。大仔好激動咁拍跛大罵老豆：你係咪老糊塗，被女人迷得神志不清啊？這層樓係媽咪生前同你一齊捱生捱死供返嚟嘅，我同阿妹都放咗幾十萬積蓄入去。個女人同你認識先得呢，嗰幾個月佢憑什麼要加名？憑什麼分走我哋個家產呢？佢根本唔係愛你，佢係圖你間屋同棺材本呢。細女亦都哭住講：爸，你咁樣做對得住死去嘅媽咪嗎？你為了自己一時嘅寂寞，將一個毫無血緣關係、心懷不軌嘅外人引狼入室。如果你堅持要娶佢，要加佢個名，我同哥以後就當冇你呢個老豆。我哋以後過時過節絕對唔會返嚟，連孫仔孫女都唔會再帶嚟探你。德叔當時聽到仔女咁講，心入面亦都有一團怒火，覺得仔女只係睇重個家產，唔顧及老豆老來孤單嘅感受。他仗住老豆嘅權威，硬行去註冊娶咗美姨，仲在大嘈大鬧之下，立咗一份將來資產要分給美姨嘅協議。結果係點樣呢？果然兩個親生仔女實到做到，從此同德叔斷絕來往。2年幾時間裏面，電話唔聽 ，WhatsApp 唔回過年過節，人家屋企3代同堂，歡天喜地。德叔個屋企就冷冷清清，連親生孫仔個樣都見唔到一二。你以為德叔為咗這份愛情係生了親情，至少會換來美姨真心嘅陪伴與照顧啦？錯啦！當美姨順利拿到咗名分同將來嘅財產利益承諾之後，態度嘅轉變快過翻書。佢見德叔同親生仔女決裂，德叔身邊已經再冇其他人幫手，於是開始食住德叔日常開銷越來越大，家務推得就推，稍微有唔順意就對德叔發脾氣，最得良嘅一幕發生喺前年秋天。德叔因為急性盲腸炎引發腹膜炎，半夜痛到喺地上打滾，被緊急送去醫院，需要立刻開刀做手術，仲要繳交一大筆住院押金。醫院要家屬簽字跟交錢，美姨居然即口話自己手頭冇錢，又話自己睇唔懂醫療文件，唔肯簽字承擔責任。護士只好根據病歷上嘅聯絡電話打俾德叔嘅親生大仔，叫佢來醫院。啲嘢不知大仔喺電話那頭冷冰冰咁講，佢唔係有個新老婆嗎？層樓同個家產佢都預留咗給個女人啦，有事咪叫個女人去簽字交錢咯。我哋高攀唔起呢個老豆。當德叔躺喺急症室嘅推車上面，聽到護士轉述親生仔這句說話，再望下一見到要花大錢就企喺一旁面冇表情嘅美姨，德叔當時痛到全身發抖，眼淚不斷從眼角流落嚟。佢嗰一刻才真正醒悟，自己為咗個帶住算計心嘅假老伴呢，親手砍斷咗同自己血脈相連嘅真骨肉，這是在享晚年福，這是在作孽啊！各位老友記，看完德叔呢個悲劇，我老師想喺這度同大家做個深度互動。你哋覺得呢件事裏面究竟係德叔個親生仔女太無情不孝，定係德叔自己俾虛榮與索取心沖昏頭腦犯咗大忌？如果你身處其中，你會點樣處理？歡迎大家喺影片下方嘅評論區留下你嘅真實睇法，我哋一齊交流探討。現在讓我老師用國學同易經風水嘅核心秘密，幫大家把呢個家宅破局嘅因果給徹底拆解出嚟。點解中老年人一再婚，一動到物業與財產分配，就必定會引發骨肉決裂？這喺易經裏面正正觸犯咗家人卦與火澤葵卦嘅風水大忌啊！
已經家人卦嘅真言講得一清二楚，家人女正位符內，男正位符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道正天下定心嘅意思，一個家庭一間自住嘅屋宅，佢唔單止係一堆心頭同水泥，喺玄學風水上，佢係呢個家族幾十年來由父母與親生子女共同用氣血、汗水同埋親情凝聚而成嘅血脈共業氣場。即層樓呢個資產師，你個家族命脈嘅太極根基，佢嘅陰陽秩序跟承傳方向係天道定下來嘅，必然係由父母流向骨肉子孫。但係當你喺年過半百甚至60、70歲嘅時候，為了自己一個人對陪伴嘅索取心，硬生生把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甚至帶着爭奪利益私心嘅愛人，用註冊或者加名嘅方式拉入呢個自住屋宅，喺風水命理上呢個動作叫做外氣入宅，喧賓奪主，亂了群常。你引進嘅這股外私心磁場，同你原本家族幾十年嘅血脈共業磁場係極度相媾，完全唔相容嘅，即係就直接引爆咗易經入面嘅火作葵卦。什麼叫葵？葵乖異也，分裂也，反目成仇也。當這兩股磁場喺一間屋裏面互相碰撞，家宅嘅陰陽平衡被徹底破壞，家道必定衰敗。首先應驗嘅災禍就係骨肉分離啦，父子相食。從因果與人性嘅角度去睇，你親生仔女嘅防備同亂怒，其實係一種非常本能嘅血脈自我保護機制。仔女看到嘅唔係老豆老母揾到幸福，佢哋看到嘅係我哋家族幾十年辛苦建立嘅資產同福報。我死去化後友或者只跳嘢半輩子嘅心血，正喺度被一個認識幾個月嘅外來奪食者用花言巧語掏空。仔女心裏面嗰種不公、被背叛同不甘心，絕對唔係單純用自私不孝4個字就可以抹殺嘅。而老友記你，如果因為聽唔進仔女嘅勸告，為了眼前嗰個對伴侶嘅虛假索取心，而選擇跟自己幾十年嘅親生骨肉決裂，你在因果律上面即叫做捨本逐末，自斷根基。你要明白，親生仔女同你係宿世嘅血緣債與緣呢，打斷骨頭連着根呢。而一個帶着上義利益、帶着謀取物業、心態靠近你嘅黃昏戀伴侶，只係一個隨時會喺你難關臨頭時拍拍屁股走人嘅同林條。你為了個同林條去斬斷自己晚年最重要嘅血脈根基。當你大病臨頭躺喺醫院無能為力嗰陣，你會發現冇了血緣親情嘅支撐，你那份用金錢同物業換回嚟嘅所謂老伴，喺災難面前脆弱得連一張廢紙都不如。所以我老師喺呢一堂課一定要將呢個家宅風水嘅鐵律深刻注入大家腦海裏面。人到下半生呢，自住嘅老屋與家產呢，係你家族血脈嘅風水神壇呢，絕對唔容佢隨便引外氣入宅。千萬唔好為咗幾年虛幻嘅黃昏陪伴，搞到親生骨肉反目成仇，親情一斷，家宅必破，晚年孤立無援。呢個就係最無情嘅因果報應。我老師同大家由頭到尾講咗咁耐，喺接下來一堂課，我哋嚟拆解下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好多聽眾聽完頭先講嘅3大死局，心入面可能會覺得好驚好沮喪，就會走嚟問我。老師啊，聽你咁講，難道人過咗中年或者喪偶退休之後，下半世就注定要孤孤單單一個，連想搵個人陪下，講兩句偈都唔得？難道我哋就冇權利去追求晚年嘅幸福同溫暖嗎？各位老友記嗱，聽好啦，我老師今日要喺這度幫大家徹底打破呢個傳統嘅思維枷鎖。我從來冇叫過大家下半生要斷絕人際關係，活得好似個苦行僧咁樣。我想提醒大家嘅核心係，為什麼你哋腦海裏面一想到老來有伴，就必定要同註冊領證搬進同一間屋同居資產冚定？呢幾件事畫上等號啊！我老師要將我喺國學同易經界體悟幾十年嘅晚年頂級智慧送給大家。老了想有伴，唔一定要註冊領證同住，真正睇通睇透嘅下半生頂級智慧。
係追求精神上嘅陪伴與共鳴，而絕對唔係法律同財產上嘅總定。大家要明白，現代社會已經完全唔同以前啦。以前嘅老人家結婚呢，是為了就個長期嘅生活保障，但去到我們現在呢個時代，尤其是45歲到70歲，即係一個中老年階層，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咗幾十年嘅習慣，有自己嘅物業，有自己嘅存款，甚至有自己嘅兒孫債。如果你硬生生去同一個外人領證搬在一齊住，你在因果風水上就係將兩個獨立嘅宇宙磁場硬碰硬咁撞在一齊，必生災禍。咁究竟下半世想有人陪，又想守住福報，應該點樣做？我老師今日毫無保留，將我教導無數老朋友嘅3大答判，讓腦改運密碼傳授給大家。只要你跟住呢3步去做，我保你晚年爽過做神仙，既有朋友陪伴，又絕對唔會惹上惡業。第一，保持距離嘅茶樓與社區搭伴養老制。什麼叫搭伴養老？講得貼地啲，這就係現代中老年人最盛行、最符合已經陰陽平衡嘅新型夥伴關係。大家如果揾到個傾得埋嘅異性知己或者好朋友，千萬唔好衝動搬埋一齊住。你哋應該採取日間搭伙、晚間各歸各家嘅相處模式。例如點樣？你哋每日朝早可以約埋一齊去茶樓飲個早茶，一齊食個1盅2件，或者約埋去公園耍太極，去社區中心上排舞班，一齊報名去長者旅行團遊山玩水，甚至有時約埋去街市買餸，各自返屋企煮飯，或者偶爾互相請對方食餐飯。但係一到夜晚，大家就各自返回自己嘅自住物業或者自己嘅屋企瞓覺，絕對不留宿，絕對不同居。呢個做法喺風水因果上有幾高明嘅，大家知唔知？第一，你哋喺日間有無限嘅情緒價值與陪伴，有人同你傾偈解悶，有人關心你今日血壓靚唔靚，你完全唔會覺得孤單空虛。第二，因為大家夜晚分開住，你完全唔需要去承受對方生活習慣上嘅摩擦與衛生問題。你唔使幫人洗衫，唔使幫人執屋，更唔需要因為大家嘅作息時間唔同而面紅耳赤。你在精神上獲得咗溫暖，但在因果業力上，你哋嘅家宅風水同共業磁場係完全隔絕、互不相干嘅。這就係易經所講嘅和而不同止於至善。第二，死守晚年福報底線嘅3不碰法則。我老師經常同老友記講，人到下半世，你嘅善良同一盼情願咧，一定要有底線。同任何異性知己或者老伴相處，無論你哋感情好到咩程度，你打死都一定要守住以下這3不碰底線法則。你守住這3條底線，就等於守住你晚年嘅命脈。第一，絕對唔碰對方嘅老本與物業，堅持財政獨立。制你嘅棺材本、你嘅強積金勞保、你嘅自住留業權，係你下半生保命嘅護身符，絕對唔容許任何人染指同伴侶出街飲茶食飯去旅行嘅。一律堅持 AA 制，或者今日我請，聽日你請，千萬唔好開設什個聯名戶口，更千萬唔好因為對方話3兩句甜言蜜語就衝動去律師樓，喺自己加對方個名。一旦對方開口問你借大錢咧，或者叫你幫佢嘅親生仔女付首期還債，你要立刻警覺，這個人絕對不是緣分，這是你命中嘅破財劫數。你要第一時間斬斷關係，及時抽身。第二，絕對唔碰對方嘅親生仔女家務事，拒絕做免費保姆與看護。人過中年，每個人嘅親生仔女都有自己嘅命運與業力，你同伴侶交往係為咗自己開高高興興過日子，絕對唔係去對方屋企應徵做免費家務助理。如果對方經常借啲意，叫你落街市買幾十斤餸煮飯，給佢成大家族食，或者叫你免費幫佢照顧監劣嘅孫仔孫女，你一定要學識溫柔但堅決咁拒絕。你要記住，拖地子孫，拖地業，你的氣血，你的命。
絕對唔好將自己下半生珍貴嘅體力同健康消耗喺別人嘅家族因果裏邊。第三，絕對唔碰重病照顧與醫療責任嘅因果。我哋講嗰個搭伴養老是同甘共樂，分擔心情。如果對方只是普通感冒傷風，你買碗粥傳個信息關心下，即叫做朋友情事。但如果對方不幸罹患重病中風煙囪牙，甚至需要長期齋床，進出醫院開刀做手術，你千萬唔好一敗情願，充當聖人咁去包攬照顧嘅責任。你一定要將這份責任嚴肅清楚咁交還給對方嘅親生仔女或者專業嘅醫療護理機構。點解？因為在佛法因果上面，重病同生死是一個人與其直係血親之間最深沉嘅共業同孝道考驗。你作為一個外人，無名無份，你強行介入去承擔呢個重擔，唔單止會將自己嘅氣血同壽元徹底拖垮，將來喺醫療醫院同遺產問題上面，更會惹嚟對方親生仔女無窮無盡嘅猜忌同法律訴訟。這條重病不碰嘅底線係你晚年明哲保身嘅頂級智慧。第三，將向內索取心轉化為向內修心與廣結善緣。最後我老師要將整個晚年改運嘅天道心法授俾大家。我哋之所以會在感情裏面遇人不淑被算計根源，就喺於我哋心入面嗰個向外求、向人索取陪伴嘅氹心。佛家講得好透徹，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當你將自己晚年嘅快樂安全感寄託喺另一個心懷叵測嘅愛人身上，你就注定會患得患失，最後失望而回。真正有大智慧嘅中老年人會懂得將這份對伴侶嘅索取心轉化為對自己嘅向內修心，同埋對社會嘅廣結善緣。你試下想象，如果你將原本用嚟侍候一個自私老闆幫人洗衫煮飯嘅時間同心力用嚟做什麼呢？你可以喺自己間清靜嘅屋企裏面佈置一個舒適嘅角落，每日抽半個鐘頭聽下佛樂，飲杯靚茶，睇下書或者靜坐念佛，將內心嘅煩躁徹底放下，這叫做修養清淨心。你亦都可以將多餘嘅精神同愛心去社區中心做下義工，去幫下真實需要幫助嘅獨居長者，或者多啲主動約你認識幾十年嘅老同學、老知己出嚟飲茶聊天，大家真誠相待，即叫做廣結清淨善緣。當你唔再帶着私心同算計去向外索取，你整個人嘅命盤磁場就會充滿咗正能量同清淨福報。你根本不需要依靠任何合約或者結婚證書去敬住一個人，你身邊自然會圍繞住一班真心關懷你同你分享快樂嘅好朋友。這才是我哋年過半百之後，唔靠老婆唔煩仔女都能夠活得爽，過做神仙嘅真正改運大道。嚟到今日呢一堂課嘅最後，我老師同大家由頭到尾傾咗咁長嘅時間，講咗差唔多個多鐘頭，好似有啲長氣，但我心入面真係好高興，亦都好感慨。我之所以咁長氣，好似個老大哥咁，同大家喺這度拆解分析。我真係好驚大家年紀大耳仔軟，又或者因為內心一時嘅寂寞空虛，聽咗別人三兩句甜言蜜語，轉個頭就忘記咗我今日嘅忠告，去踩入那些令你下半生萬劫不復嘅陷阱。所以喺這堂課接近尾聲嘅這一刻，我老師要好似老朋友同你飲最後一杯茶咁樣，用最精煉、最接地氣嘅廣東話、大白話，為大家快速將今日講嘅幾個重點再精讀一次，大家一定要好好記喺心入面啊！點解人過咗45歲甚至60歲過後，千萬唔好隨便去註冊領證再婚，或者隨便同一個剛認識嘅伴侶搬埋一齊住？因為你哋無意中犯咗一個最嚴重嘅晚年因果大忌，叫做帶着索取心去結緣，卻妄想得到真心果。你想要人哋免費照顧你，幫你分擔生活費，
別人就圖你嘅棺材本，圖你份退休金同強積金勞保，甚至圖你自住嗰層樓嘅業權，即係種互相算計嘅夾槓，唔叫良緣，即係叫做共業交紅嘅。記住我老師幫大家解開嘅。中老年再分三大死局，第一，佢係算計破財局，已經講陷水泄氣，千萬唔好為了所謂嘅黃昏戀去開設什麼聯名戶口，或者幫伴侶嘅親生仔女付首期還債，動咗自己嘅棺材本同老本錢財一破，晚景必定勞糧。第二係共業折壽局，佛法講病業轉移，千萬唔好一廂情願去人哋屋企做免費高級保姆兼看護，幫人洗衫煮飯，照顧90歲醫瘡烈病人同減劣孫仔，這是在消耗你下半生最寶貴嘅氣血與壽元啊！以命換元最為愚蠢。第三係家宅破局，已經講外氣入宅。你自住嘅屋宇同物業係你同親生仔女幾十年凝聚嘅血脈根基，千萬唔好為咗供住一個外人去律師樓喺層樓加對方個名，搞到親生骨肉以為你引狼入室，同你反目成仇，斷絕來往，冇了親情底氣，老伴一走你就真係孤苦無依。咁我哋下半世嘅想有人陪，應該點樣活才最聰明最貼地？記住老師傳授俾你嘅搭伴養老頂級智慧，唔同住唔領證，大家採取日間一齊飲茶行山，去社區上興趣班，晚間各自返回自己屋企瞓覺嘅模式，保持距離，既有陪伴又不牽涉家務與生活習慣摩擦，同時死守我哋嘅晚年三不碰底線：一、唔碰對方嘅棺材本與物業，堅持夜夜制；二、唔碰對方嘅親生仔女家務事，唔幫人子老孫做工嘅；三、唔碰重病照顧與醫療簽字嘅因果責任，交還俾對方親生子女，將對外索取陪伴嘅心轉化為喺屋企向內修心，或者去社區中心廣結善緣。做得到呢幾點，你嘅下半生自然順風順水，爽過做神仙。各位老友記，我喺國學同易經界研究咗大半輩子，睇過無數人嘅八字命盤，睇過無數豪宅嘅風水陣，但我今日要用最真誠嘅心話俾大家知，一個天大嘅秘密人活到下半生，過咗中年，最頂級最厲害嘅風水，絕對唔係你喺屋企擺個咩八卦鏡，唔係你帶個咩翡翠玉石，更唔係我去幫你睇咩相。呢個世界上最好嘅風水，根本就係你哋嘅人心。佛門有一句至理名言：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修心即是修命。我老師話齋，睇通睇透，其實人到中晚年，你最好嘅伴侶根本唔係任何外人，而係你自己嘅健康同埋你戶口入面嘅存款。你有健康嘅身體，你就不需求人推輪椅洗尿布。你有充足嘅存款同退休金，你生活就有底氣，喜歡去邊度飲茶旅行都得，親生仔女都會對你多一份敬重與安心，這才是實實在在別人搶不走的真福報。咁點樣先可以令我們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在下半生守住這份健康同存款嘅福報呢？這就牽涉到我們國學裏面最高深嘅一個智慧，利他與布施。大家知唔知啊？在佛法嘅無量功德裏面，以法布施，即係傳播正法與智慧嘅功德為最為殊勝、最為廣大。你靜靜地諗下，喺你哋身邊嘅舊同學、老街坊或者親戚朋友入面，係咪有好多45歲到70歲嘅朋友，此刻正好處於空巢期嘅迷惘之中？係咪有人正喺度心鬱鬱，準備分着子女去註冊結婚，去搞黃昏戀？甚至係咪正有你嘅好朋友，正好俾一啲心懷不軌嘅老千伴侶，用甜言蜜語算計緊佢份退休金、同層自住嘅公屋、居屋或者透天厝？好多時我哋作為朋友、作為旁觀者看得好清楚，但我哋心入面有顧慮，唔好意思親口去勸佢，怕說話太直會得罪人，傷了幾十年嘅朋友和氣，對唔對？唔緊要，你唔好意思講嘅走話，等我嚟幫你講。
你今日只要動一動你嘅財富手，將我老師這條影片點擊分享，轉發去你哋平日最常去嘅 WhatsApp 朋友群組、舊同學群組、長者早晨群組，或者你嘅家族親戚群組裏面。這個小小嘅動作就等同於你喺黑暗與迷惘之中為你嘅朋友點亮嘅一盞明燈，伸手拉咗佢一把。我們中國人老祖宗常說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告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如果你嘅一位老友記因為今日睇到你轉發嘅這條影片突然醒悟過啦，及時剎停，少破了一次幾百萬嘅棺材本大財。因為唔使做免費保姆，少生了一場致命嘅大病，又或者因為明白了仔女嘅苦衷，少了一次同親生骨肉反目成仇嘅家庭悲劇。大家知唔知這份拯救你呢個家庭，守住了別人晚年命脈嘅功德，天道因果係會全部記喺你嘅賬本上面。呢個就係你透過法布施，為你自己、為你嘅親生子女同子孫後代積累下來嘅無量陰德同清淨福報。老天爺是最公平嘅，你幫助別人守住福報，天道自然就會派護法神守護你嘅下半生健康長壽、財富充盈、百家平安。呢個就係最不可思議嘅善因德善果。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覺得老師今日同你喺度傾呢個多鐘頭嘅偈，講嘅每一句說話都會真心為你好，對你嘅下半生人生有少少啟發，聽得舒服又覺醒嘅。我老師喺這度有兩個小小嘅心願，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幫手完成。第一，麻煩大家動動你哋尊貴嘅手指，幫我哋呢個專門為老友記傳播正能量同國學智慧嘅頻道用力按一個讚。好，同時一定要記得跟埋旁邊嘅訂閱按鈕呢，再打開旁邊嗰個小鈴鐺咁樣。下次老師再同大家分享易經同晚年養生改運嘅秘笈嗰陣，你哋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唔會錯過啦。第二，我老師而家想喺影片下方嘅評論區同全體45歲到70歲嘅好朋友做一個最深度最熱烈嘅世紀大討論。我好想聽下大家嘅心聲，請你哋喺留言區嗰話俾我知。問題一，你覺得人過咗45歲，甚至過咗60歲之後，到底仲應唔應該再註冊領證再婚？你對於唔領證唔同住嘅搭伴養老制有多大嘅認同感？問題二，你自己或者你身邊嘅親戚朋友裏面有冇見過類似我頭先講嘅，為了老伴被騙錢、被當免費保姆或者搞到親生仔女反目嘅真實故事？歡迎你將你嘅睇法同經歷長篇大論寫喺留言區，等我哋一齊為你分析，互相提醒。最後，我老師非常誠懇咁邀請每一位睇到這度嘅有緣人，無論你平時有冇留言嘅習慣，今日都請你喺評論區底下跟我一齊整整齊齊咁打上這8甲個大字，守住福報善因善果，又或者打上放開執着總善德善呢，讓我們在這個嘅評論區裏面會聚成一股超級強大、充滿慈悲與正能量嘅天地善念磁場。我們每個人喺這度互相祝福、互相守望，祝願每一位老友記同每一位中老年朋友下半生都能夠無病無災、錢財無缺嘅，子女孝順、晚年大吉、清淨享福。多謝大家今日嘅耐心陪伴。我係你哋嘅老朋友，我哋下一堂課以茶會友，不見不散。祝福大家，阿彌陀佛。